點解請客食飯叫做東，我哋唔叫做西呢？點解人走咗叫歸西，我哋唔叫歸東呢？咁點解我哋要撞嘅係南牆，唔叫撞北牆？點解打敗仗叫敗北，唔叫敗南呢？點讚轉發起身！嗱，今日一條視頻，我哋講清楚東西南北嘅玄機，唔好搞錯喎，唔係東南西北吓。好啦，首先做東，我哋點解請客嘅人叫東？呢一個規矩就要追溯到去周禮，禮記早就講明咗啦。主人就東街，客就西街，即係話古時候建築坐北向南，東邊係太陽升起之位，屬陽、屬主、屬生發，所以主人家就企東面嚟到去迎客，代表住尊重同主導。咁所以做東即係做主人咁解。東道主呢一個詞喺春秋戰國就已經出現噶啦，延伸到今日。嗱，出糧俾你嗰個我哋叫東家，收你租嗰個叫房東。公司話事人叫董事長，嗱，董事局裏邊嘅老細個個叫股東，咁通通啦，佢係同東字掛鈎噶。有東位即有權，請食飯你做東，意思就係你話事。嗱，歸西點解人走咗之後唔叫歸東呢？嗱，古人農耕為天，睇住太陽朝早東方升起，黃昏西方落山，好自然咁就會將東比喻為生命嘅開始，而西比喻為生命嘅終結。嗱，易經亦都講到啦，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，西同北亦都帶住修煉終結嘅意思。五行學上邊講得更加清楚，西屬金，對應秋天，秋風吹，百草節，萬物收成，亦凋零。咁所以西風詩詞往往都會俾你一種好悲涼嘅感覺。嗱，晏殊嘅名句：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嗱，馬致遠更加蒼茫啦。古道西風瘦馬，夕陽西下，端詳人在天涯。咁再加上佛教嘅傳入，西方有極樂世界，民間就融合成為駕鶴西去，一命歸西呢一啲講法啦。咁所以歸西就唔係亂咁叫，而係佢集咗天文、五行、詩詞、宗教於一身嘅文化意象。日落西山，人生終點，呢一份嘅蒼涼同圓滿，都藏咗喺呢一個西字當中。嗱，撞南牆嚟啦，點解我哋唔叫撞東牆，唔叫撞北牆呢？嗱，呢個就要好實物先至嚟到明白嘅。中國傳統嘅宅院、宮殿、祠堂，幾乎全部係坐北向南。嗱，大門向南開，取陽光充足、冬暖夏涼之意。一入大門嘅時候，你通常會見到一道牆，咁嗰道牆啦，通常我哋叫影壁或者係照壁，因為向南。民間直接叫佢做南牆。呢一道牆作用好大，一嚟啦要擋住外人直視，保護好隱私；第二個係擋風水煞氣；第三佢起到裝飾門面嘅作用。如果你急急忙忙衝入屋，唔轉彎，嘭一聲，你就會撞正南牆。所以撞南牆後嚟咧就比喻為人死牛一邊頸，唔識得轉駁，夾硬撞板啊！《易經》亦都提醒：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啊！道家嘅老子更加直接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嗱，水就最叻噶啦，識得兜路行，遇到石就轉彎，最終流到大江大海。做人同理，南牆當前，轉個彎，海闊天空，夾硬撞只會頭崩額裂啊！好啦，講到敗北，輸咗同北又有咩關係呢？其實敗北嘅呢一個北字，佢嘅意思唔係指方向。咁睇翻甲骨文啦，北字嘅寫法，佢似兩個人係背靠背咁企，本意咧就係背離咁樣嘅意思。嗱，《說文解字》當中講得更加清楚，背乖也，從二人相背。古代打仗，士兵面向敵人就叫做向，一旦打輸咗，轉身就走，咁就係背向敵人而逃。咁所以敗北佢嘅意思咧就係敗而背逃咁解。敗北流傳到而家，就有借住北嚟到代表失敗，咁同東南西北呢一啲方向係無關嘅。最後同你講一講東南西北定係東西南北呢一個點樣去排序呢？先講結果，其實兩種講法都冇問題，但如果按古制就係東西南北。中國人排序從嚟都好有規矩，尊卑長幼，先後皆宜。嗱，《禮記·曲禮》當中就講啦，天文、地理、人道各有其序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，全部係前尊後卑。方位詞亦都一樣，東為日出，西為日落，南為向陽，北為背陰。咁所以東西在前，南北在後，組成嘅就係東西南北呢一個固定嘅成語。亦都因此，我哋喺方位上，我哋只有東南、東北、西南、西北四個組合。你唔會聽到有人講南東北西，一調亂嘅話啦，佢就唔符合古制噶啦。最後呢四句我哋共勉下：請客做東，你掌局；人生歸西，莫凄楚。南牆識轉彎係智慧，敗北知醒在開局。
四方唔單止指嘅係方向，咁更加藏住天地秩序、人生進退嘅哲學。下次當你講起東西南北，咁就知道古人唔係隨便噏，字字有來歷，句句有文化。關注我，陪你喺生活細節當中去挖出老祖宗嘅智慧金礦。你仲知唔知邊啲成語同方位有關呢？留言話我知啊！